有乜理由揾一啲喺我哋嘅社會裏邊最底層嘅人去墊屍底嘅咧？我接觸過外傭，因為好少人去接觸外傭，因為點解咧？外傭示威嘅新聞係唔會受到報導，就算有幾千人，其實佢就係菲律賓嘅法輪功，無論有幾多人喺度遊行，都係冇人去報導。其實佢同我哋講咗好多心聲，我哋係要個尊嚴。譚耀宗議員話：喂，喺英國都唔計喺裏邊喎，但係你要明白，英國對外傭係人道得多啦，佢係唔會做咁多嘢啦，唔會半夜三更吵醒佢啦。各位，我知道大家都係自私嘅，我都自私。我去到菲律賓嗰間鋪頭嗰度，見到相若嘅商品係平過其他嘅商店，我第一時間去買。嗰個已經係個剝削嚟㗎啦，因為佢哋菲律賓嘅工人喺菲律賓嗰度攞低工資做一啲廉價嘅商品，大量咁賣嚟香港，我哋用意係剝削緊佢哋㗎啦。呢個就係馬克思講嘅商品拜物化，我睇唔到種血淋淋嘅關係，我哋去買啊嘛，我都唔會俾多毫子佢，我俾多毫子佢俾邊個啫？夠啦！有血有肉嘅人係同你一齊生活，湊大你啲仔女，養你啲即係服侍你嘅爸爸媽媽，你咁樣對佢？貫徹聲嘶力竭，繼續青筋暴現，不平則鳴，只因心繫香港，身體力行，隔空發功。